10分钟就要开始咱今日的礼拜。伫礼拜开始之前，咱先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保守看顾阮经历这段的日子。虽然疫情也未完全平息，但是阮依然献上感谢，因为主你的恩典，阮通自集伫圣殿中间来敬拜你。也有线顶的兄弟姊妹，虽然无法度来到圣殿，但总是阮用同一个心志来服侍敬拜你。阮确信，阮的确会当领受你的祝福。阮恳求主，你只是安静阮的心，让阮的心得到平静，帮助阮除去阮心中所有你所无欢喜的事，让阮用专一的心志来听你的话，也照你的旨意去行。阮特别恭敬从今早起要服侍正当工，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无论是赐花赐琴、献诗，或者是传讲信息，或者是伫外面咧做招待的正兄弟姊妹、正当工，求主拢赐福保守看顾，互阮所做的工会当得到你的欢喜，也当透过阮手所做的工，引带所有兄弟姊妹来敬拜你。阮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也将阮的教会、阮的国家，拢完全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带领保守。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耶和华是水会架脚伫你的步边，是水会徛起伫你的圣山，就是所行正直、所做公义、心内讲诚实的人。留意下，这大家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真欢喜，各会当来圣殿敬拜。咱这时吟诗阿罗上帝，圣诗51首，圣诗51首，圣哉，圣哉，圣哉！咱三甲起立来吟。请坐，咱这时三甲额头来祈祷。现在，亲爱的阿爸爸上帝，你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上帝，你是上伟大的、独一真的上帝，赢过世间所有生命的上帝。这时，阮抱着满心的感谢，搁一摆踏入久久袂得当前来的圣殿。阮充满了平安、喜乐、甲高调的心情，因为当全世界犹原伫疫情危急的情况之下，伫阮台湾承受你遮尔啊大的恩典，会当安然自在留到圣殿来敬拜你，来看你的荣光，这是何等的宝贵！这实在是阮一生中真大的祝福。亲爱阿爸爸上帝，你是满有慈悲甲怜悯的上帝。阮无论伫顺境，嘛爱感谢阿罗你；伫逆境，嘛爱感谢阿罗你。阮感谢，虽然接到即摆肺炎疫情的冲击，虽然有侪艰难、痛苦、不便，甚至有侪无容易承担的事，但是阮犹原知影，你就是阮独独的倚靠，你就是阮的拯救，就是阮活命的气力。希望伫世界各国有疫情的时间情形之下，搁伫阮的厝边的强国，处处要用军兵来威胁阮，每一天派着军机来扰乱。但是阮知，阮独独爱倚靠主阮的上帝，因为城池甲国家是你为阮来起造的，城门是为阮来固守的。阮感谢你。爸上帝，经过即摆疫情，阮感谢你犹原将阮留伫咧。阮实在爱检讨阮家己，安怎来借到你的恩典，
换心清气阮家己，警醒我家己，遵守你的教训，就是更较爱来敬爱阮的天父上帝，也爱听痛阮所徛起即个地球环境，互伊会当搁再一摆来恢复起来。疼惜阮的国家社会，疼惜阮身躯边的人，疼惜阮的厝边，就亲像疼惜阮家己共一样。求父上帝帮助阮，互阮会当成做合理的心意的人，会当来荣光天父上帝的人。阿爸父上帝，即是阮来到你的面前，也要恳求你的赦免。阮常常骄傲自专，不但袂当清起阮的心，搁较是袂当清起阮的喙，会致到阮伫有意甲无意中去伤害到别人，甚至阮袂得当用阮的喙好好来传福音。用阮的行动来传福音，无打紧，反倒等因为阮无清气的喙唇，致到阮的兄弟姊妹来受伤，离开教会。求你来管教阮，赦免阮的过错。圣神即时也启示阮，亦都应该向阮所抱歉的兄弟来道歉，互阮真心来向善，无有遗憾，来到你的面前，做你好的门徒。做你良善的囝儿女，天父上帝啊，阮常常心心软弱，过条体贴阮肉体的贫惰软弱，该去做的无去做，也常常忽略你的教训，无应该去做的反倒转去做，实在是真见笑。求天父，你毋通对阮来黄迄个面，毋通受气来赶阮离开你。求你有缘疼惜阮。圣神来帮助阮，助阮有气力来悔改，想顾阮有教育的智慧，互阮会当知安怎来算阮家己的日子，深深了解阮伫即个世间，就敢若囝大的，敢若一个旅客，伫即个短短3万外的日子内面，伊应该是爱掠基督的心做心，所行出来应该是。圣神你所教示的，阮嘛爱结出圣灵所意爱阮结出的果子。天父上帝，阮有缘要向你去恳求，伫这段疫情的时间，有拄到经济困难的、工作无顺利的，求你为着因备办一条更较好、更较适合因的道路。若有身体无舒适的，求你赐予因真正确的医疗对症来下药，互因会当快快恢复健康，紧紧转来到阮的中间，甲阮同齐敬拜上帝。若有心心软弱的，求你亲自甲因相拄，互因会当心神搁再一摆来活泼起来。若有拄着死实的，求你亲自来安慰因全家族，互因来当了解因的亲人即时是伫天国，天国就是你要为因所备办的所在，迄是一个无痛苦、无悲伤、快乐的祖家。要甲主你三甲同在同行。天父上帝，阮求你即时也抹油阮蔡牧师的嘴，互伊所开帖的圣经的道理，互阮每一工会当更较深刻来明白你，更较虔诚来敬听你，更较紧紧活活来跟对你。求你的圣神引带带领，运行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顶头，照阮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来充满阮。愿阮这有声甲无声的祈祷，拢得到天父你的恩典，照你所欢喜的意思，甲阮来成就。阮知阮的祈祷实在是无够额，阮只是要一声用你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来向你恳求。
其实咱要三个来启应上帝的话，是伫咧启应文第8篇，伫圣诗的后面第11面，启应文第8篇，也就是诗篇27篇，咱三个来启应上帝的话。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快乐。虽然有军兵阵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中保护我。将我放伫伊布边看密的所在，当我的头壳得到举起，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耶和华，我出声求救的时，求你听。你捌讲，你着恨无我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以上，这是咱真欢喜，这是要请圣歌队为咱来献诗。伊要所吟的诗歌的名是《伊赐我平安》，伊赐我平安。一切路都无
好听佫水的诗歌，是要将一切荣光拢归予上帝。这是咱三个要来共读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书第1章的第43节到51节。约翰福音书第1章43节到51节，伫现代的中文译本是146面，台语汉语版105面。过当日，耶稣决定到加利利去，伊拄着腓力，对伊讲：“来跟对我。”腓力是伯赛大人，甲安德烈、甲彼得同乡。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伊讲：“摩西伫律法书所写的，甲先知因所记载的迄一位，阮已经拄着了。伊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就问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讲：“你来看吧。”当耶稣看到拿但业往伊行过来，就讲：“看，伊是一个真正以色列人，伊心内拢无诡诈。”拿但业问伊：“你哪会认捌我呢？”耶稣回答讲：“当你伫无花果树下，腓力还未祝福你的时，我已经看到你啦。”拿但业讲：“老师，你是上帝的囝，你是以色列的君王。”耶稣讲：“因为我甲你讲，我看见你伫无花果树下，你就信了吗？你要看见比这个较大的代志呢？”我对伊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未看到天开，上帝的天使伫人子的身上路往来。”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的人。咱今仔日真欢喜来邀请蔡牧师，伊要继续来传讲圣经人物系列第70讲，也就是其中的拿但业第2讲。咱邀请蔡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咱是有研读相关的圣经，咱提起到圣经人物拿但业，就是巴多罗买。伊原本是带着偏见来看耶稣，结果耶稣用一句话就解除伊心中的偏见。咱嘛提起到，咱要认捌上帝的第一步，就是爱去除了咱心中的骄傲甲偏见。牧师嘛有甲大家分享，当咱拄到对咱的信仰无了解、有一寡偏见的人，咱应该爱用三种方式去面对伊。第一项就是因为伊对咱的信仰也未了解，总是有一寡偏见，所以咱爱先接纳、包容伊，甲伊建立好的关系。当关系建立好了，咱爱对伊说明真理，爱将真理来讲。帮助伊透过真理来去除掉伊的偏见，但是上介重要就是讲，咱生命爱活出见证，互因会当看到，知影讲咱的信仰确实会当改变人。所以咱今日要继续来看吼，当咱去除了偏见了，咱要进入后一步，互咱更加认捌上帝。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即时要安静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亲自对阮讲话。主，阮恳求你排除掉阮心中所有会无敬虔，也是所有会影响阮了解你的话的因素，互阮会当专心致意地听你的话。也恳求主你赏赐圣神来帮助阮，互阮会当将你的话语实践出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阮领受祝福。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当一个人会当将伊的偏见去除了，就爱开始认捌上帝的第2步。咱知影要认捌上帝有真侪无同款的方式，有真侪管道。譬如讲，咱会当听别人分享伊的生命见证，
咱得到激励。咱卖当亲近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去体验迄个创造的伟大。咱卖当透过诗歌、欣赏圣乐，互咱心中得到感动，去认捌上帝。但是上介好的方法，就是咱爱献身注心伫上帝的话语顶面，用心来研读圣经上帝的话，而且会当正确去了解圣经。咱来看这段经文中间，耶稣安怎帮助拿但业更加认捌圣经上帝的话，透过安尼更较认捌上帝。咱顶回有讲过，当拿但业看起耶稣的时阵，有一件奇妙的代志发生，就是伊的偏见消失。伊是安怎消失？是因为耶稣对伊讲一句话。耶稣对伊讲：看，伊是一个正讲，伊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伊心中一点仔诡诈也无。耶稣伫甲伊对话进前，就知影伊是一个心中无诡诈的人。啊，为什么耶稣要安尼对伊讲？咱爱注意讲，伊了后甲耶稣的对话，伊讲，当耶稣对伊讲即句话了后，伊讲：你怎样认捌我？耶稣对伊讲：当你伫无花果树下面，腓力也未招呼你的时阵，我已经看见你。即个看见你吼，其实对拿但业来讲，是看透伊啦，看透伊。因为顶礼拜牧师捌约了大家提起，拿但业伫无花果树，迄个时阵是咧默想圣经。啊，咱若根据耶稣甲伊对话中间第51节，咱知影，拿但业迄个时阵伫无花果树下面咧默想，关系雅各忘记天推的代志。雅各是旧约中间上界诡诈的人。雅各这个名的字吼，就是掠，因为伊出世的时阵掠掉伊的双生大兄吼以扫的脚出来，啊，所以而且伊的世人的前半段吼，拢是咧掠对家己有利益的物件，所以无论安怎，伊就是用欺骗的方式，伊嘛要掠掉属于伊感觉好的物件，所以伊欺骗家己的老爸。抢夺原本的属于伊大兄以扫大囝的祝福，后来因为伊惊兄以扫的报复，所以伊不得不离开伊的家乡，去投靠伊阿舅拉班。啊，伫即个倒亡的路上，伊来到一个所在，伫咧旷野的所在，伊摕起一粒石头做枕头，啊，睡咧就困去。困去的时阵，做眠梦，伊梦起吼，有一条腿对涂骹一直升到天顶去，而且有上帝使者伫即个腿的顶面安尼往顶下往来。啊，这个时阵，上帝出现伫伊身躯边吼，有翻译讲上帝出现伫迄个天腿的顶面，然后对伊自我介绍讲：我是上帝，是你祖先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我即马要将你现在倒的即块地，赏赐予你甲你的后代。伊要亲像地面的沙遐尼济，然后伊要东西南北扩展。我要借着你甲你的后代，祝福予世界各国。然后上帝应允讲：我要甲你三甲地地，无论你到倒位去，我拢要保护你。而且要带领你搁回来这片土地，我绝对无弃杀你。所以雅各做这个梦了，伊醒起来了，伊讲：哇，这个所在我尔啊通敬畏，这一定是上帝的家，是通往天顶的门户。所以伊就将伊倒地这块石头吼来徛起来，来立做一个纪念碑，然后伫这石头顶面吼抹油献给上帝，啊，称迄个所在叫做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家，所以这是雅各第一遍甲上帝相拄的记事。后来伊甲伊阿舅拉班的所在生活总共20天，最后
伊决定一件代志，因为伊生命中间有一件代志无解决，就是伊甲伊的大兄以扫中间迄怨恨还未解决，所以伊就决定要回去面对伊的大兄以扫。啊，因为要回去，伊毋知伊大兄会安怎对待伊吼，所以伊心情真复杂。啊，当伊带因所有的伊的财产，甲伊的迄个某囝吼，一直行到一个所在，叫做雅博渡口吼，雅博河的一个渡口的所在。伊先互伊的某囝拢过去，罗卜拢过去，伊就伫遐家己遐咧烦恼讲，伊明仔去面对伊的大兄。这时阵，上帝出现，甲伊相应，相应了后，伊就上帝就这人吼，就其实是上帝，上帝就将伊的名吼对雅各代改做以色列。所以，当伊甲上帝相应了后，伊的生命就改变了。伊正讲去面对伊生命中间迄种贪婪、迄爱掠的迄个问题。伊当去面对伊的大兄以扫，所以伊的生命改变了，伊就去面对伊爱处理的这代志。拿单业咧思考这雅各的一生这件代志，也袂想讲，这到底是什么款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款的意思？所以当耶稣对伊讲第一句话讲，看，伊是一个正港的以色列人的时阵，伊就感觉真奇怪，讲这人竟然会当。看透我的心思咧想啥物货？我都咧想讲，雅各遮尔诡诈的人，为什么会改变？我这个先生为什么会当看透我的心思是无诡诈？所以伊就意识到讲，这个人无共款，伊就马上对耶稣讲，先生，你是上帝的囝，是以色列的君王。伊讲出这番尊敬的话，但是这句话吼，多好掉一半。因为拿单业伊讲虽然是正确，但是无完全。伊即句话着头前一半，耶稣是上帝囝无毋对，但是伊后壁讲你是以色列的君王吼，其实即个王吼，咱知是咧指政治上的弥赛亚。伊将耶稣定位做政治上的统治者，伊无真实明白。耶稣是要做世间人的王，毋是要做一切人的王了，是要做世间人的王。伊的国度是属灵的，所以耶稣为着纠正拿单业错误的弥赛亚的观念、错误的基督的观念，伊就对伊讲：我实实在你讲，你来看见天拍开，上帝天使伫人子顶面顶会往来。而且耶稣咧来讲啥？讲你咧默想的天梯是啥物货？天梯就是耶稣啦。上帝要借着耶稣这条梯，建立人甲上帝的关系，将上帝应允、将上帝福气赏赐予人，将人的需要带到天顶去。所以对这段经文中间，耶稣对伊做一个真实的解说，互伊明白，伊咧默想的代志到底是啥物货。对这段经文中间其实互咱两件真重要的启示，互咱知影讲，咱咧读圣经，要了解，要正确去了解上帝的话有两个真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咱所读的圣经是甲咱有关系，相当甲咱的生命有相当关系的经典。伫这段经文中间，耶稣对拿单业讲，看，伊是一个正港的以色列人，伊心中一点仔诡诈也无。这头前咱大约讲过，耶稣安尼学落伊，实际上是因为伊咧思想雅各的生命故事。耶稣互伊明白讲，圣经记载的经典，甲咱咧读的人其实有相当的关系。咱咧看圣经，知影雅各是一个上界诡诈的人，这毋是种知识尔。这是咧人讲咱毋通亲像雅各遐尼诡诈。咱生命中间可能有真济甲雅各相共款的软弱，所以咱来请上帝甲咱相应，
帮助咱将咱迄个上帝无欢喜的物件来去除掉。所以咱来邀请上帝来到咱生命中间，帮助咱甲上帝相应，来调整咱，互咱会当对雅各变做真正的以色列，互咱的生命也会当对一个诡诈的人、自私的人调整成做一个一点仔嘛无诡诈、一个诚实的人。所以这段经文是跟咱生命有关系，这是读经上介重要，就是讲互经文来改变咱。读经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则，就是咱毋是咧研究一点跟咱家己一点仔关系嘛无的古早的文献，咱是读生命的册。这本册是跟咱生命有关的册，所以咧对所读的经文，咱要直接去思考经文跟咱的关系。这段经文可能对咱有境界、有勉励、有命令、有应允，咱毋通将伊当作讲只是对当时的人所讲的。而且，当咱咧了解圣经，对咱讲话了后，咱来有所回应。咱常常发现讲，有真侪人圣经读真侪，有真侪圣经的财物，但是却行袂出来。有一寡人有真丰富的圣经知识，但是伊无法都实行出来，安尼圣经就甲伊的生命无关系。咱既然知影圣经是生命，甲咱的生命有关，是要互伊来改变咱的生命，咱就爱顺服圣经的教示。我有一张图，这张图是一个怪物，这个怪物是安怎？这个讽刺讲有一寡假的基督徒啦，咱看这个怪物脑真细，就是讲伊拢无咧思考啦，读圣经无咧思考，有严重的近视，就是表示安怎？伊敢讲真浅，拢咧看现在的物件，无咧看未来的代志，无咧看远的代志，伊的骹手拢真细肌了，就是表示平常时拢无咧运动啦，拢无咧实行啦，所以骹手较萎缩去。唯一上个发达的两项物件就是喙啦，真够讲，拢用圣经的话咧人勉励，咧人教示。其中伊即个镜头的即个食指即支拢记别人毋对，所以特别发达。这就是假的基督徒。咱毋通亲像安尼，圣经是咱甲咱生命有关系，毋是要讲互别人听。所以咱每一日咧读圣经，每一个礼拜来到圣殿上帝的殿听上帝的话的时阵，上帝就亲自对咱讲话，毋是咧对别人讲的，是要调整咱的生命。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咱要正确去了解圣经，就是爱掠耶稣基督最中心啦。咱看拿但业咧读这段圣经的时阵，伊拢想袂讲，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咧讲什么话？耶稣亲自来点开，伊讲我实在甲恁讲，你要看见天拍开，上帝的天使伫人子顶面顶下往来。当咱咧看旧约圣经，咧看天推的时阵，咱可能无去意识到讲伊咧讲什么话，但是伊咧对咱讲啥？伊咧对讲耶稣基督就是咱的天推啦，是咱通往上帝遐唯一的道路，就是将上帝的应允、上帝的祝福，透过耶稣基督要授予予咱，将咱人的罪、将咱人的私欲除去了后，咱就归属于上帝。所以是咱去上帝遐的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这虽然是记载伫旧约，但是伫新约才来印证。所以咱咧读圣经，无论是读旧约还是读新约，拢爱掠耶稣基督做中心，咱就会当明白圣经咧对咱讲啥。咱爱明白，掠耶稣基督最中心是读圣经唯一的方法。全部圣经拢是咧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旧约有言基督，新约表现基督。
有一个神学家叫做鄂古斯丁，伊安尼对咱讲，伊讲旧约包装新约，新约改变旧约。所以圣经的每一卷中间，拢会当对咱讲起上帝要透过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旧约是为着救恩做准备，新约将救恩介绍给咱。所以咱伫读经的过程中间，爱求圣神引带咱，互咱会当看出圣经上帝话语的奥秘。有即个做基础了，咱对上帝要更加深的了解。就是会当体验上帝予咱的新约基础，予咱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耶稣对拿但业讲：“因为我甲你讲，我看见你伫无花果树下面，你就信。你要看见比这更较大的事。你要看见比这更较大的事是指啥物货？咱咱的手机内底有圣经啊，因为咱即摆防疫的缘故，所以咱圣殿内底无放圣经吼。咱若去看咱的圣经，咱就明白，咱第151节后壁接的就是第2章。第2章开始咧描述啥货？耶稣伫迦纳的婚宴中间所行的第一个新约，对无？就是将水变做酒的新约。所以，迦纳的婚宴的故事是耶稣行第一个新约的故事。耶稣对拿但业所讲，要看见更较大的事，就是指这的代志，就是指新约基础。伫这件代志发生了，更加去建立拿但业对耶稣的信心。拿但业是迦纳的人，所以伊经历这个代志了，伊就对耶稣更加相信。然后，伊伫军队耶稣基督的日子中间，一直不断看见更较大、更较奇妙的代志。伊亲自参与耶稣用2块饼、用5块饼、2尾鱼的新约，互5000人吃饱。伊看见耶稣平静风涌，看见耶稣伫海面行，看见耶稣医治病人、赶出污鬼，而且伊看见耶稣基督对死人中国话。但是，伊经历上界大的新约是啥物货？就是伊本身，伊对一个对耶稣基督有偏见、轻看耶稣的人，请做一个军队耶稣为耶稣基督献身的人。但是，伫遮牧师也是来提醒大家，明白上帝起造咱信心的基础是上帝的话，是上帝的话。新约有2个目的，咱来看这段经文吼，是约翰第2章11节的。耶稣行了第一个新约了，作者所做的结论，伊讲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新约，是伫加利利的迦纳城行的。这件代志显示了伊的荣耀，伊的门徒拢信伊。这人讲新约其实有2个目的。新约毋是要建立信心的基础，建立信心的基础是对上帝的话哦。新约是为着要显明上帝的荣耀，然后要增加人的信心，也就是咱透过圣经上帝的话，有一个信心的基础了，咱经历上帝的新约基础的时阵，咱的信心就被起造起来。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起着拿但业。伊的生命的特点，伊对一个对耶稣有偏见的人，甲因为看见耶稣、听见耶稣所解说圣经了，而且经历耶稣所行的新约基础了，伊真做是真实跟对耶稣基督的人。咱来看伊的结局。咱若咧看十二使徒的道的时阵，咱要明白拿但业。拿但业有2个真重要的记号，吼！你若咧看伊的图的时阵，第一就是伊会摕一支即个刀啊，吼！即个刀啊，即个刀啊是异邦人咧剥皮的刀啦，吼！伊为什么摕即个刀？我等下来解说，吼！因为根据咱圣经中间无记载，但是根据教会的传统，伊后来甲多马。
做伙往东方去传教，德马到印度去传教，伊传到即个亚美尼亚即个所在，伊伫遐宣教有真好的效果，但是受人迫害，到尾伫异教徒下面，伊受人鞭拍，然后钉十字架，最后人佫将伊对十字架摕落来，将伊的皮拔起来。所以咱看见着伊的图吼，这个雕像遮有一个皮吼，这是象征伊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牺牲。伊的手拢摕一支拔皮刀，显明讲伊献出伊的性命。咱看见着一个原本对耶稣基督有偏见的人，到尾因为耶稣基督的引带，伊一步一步深深去入捌上帝，入捌真理。到落尾，伊会当将伊的生命完全投入伫即件真理的中间，伊真正是真正将家己本身完完全全献予上帝。这就是咱生命的典范。一个人所谓领受祝福，毋是讲咱伫世间真成功、赚大钱、有真富裕的生活。这是一种祝福无毋对，但是上界大的祝福，就是一个人去找到真理，愿意为着真理献出伊的一切，伊所得到的荣耀是无比大的荣耀。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也是咱每一人的典范。愿上帝亲自对咱讲话，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透过阮所读的圣经。你对阮讲话，主，阮虽然也未完全真深入去了解你，但是恳求你帮助阮，互阮通一步一步去除掉阮的偏见，会让透过真正去明白你的话，去经历你伫阮生命中间所行的新约基础，互阮更较深去明白你，也会当因为明白你，互阮的生命变加最丰富。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咱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伫圣诗338首，愿我话哪听你，我主基督。愿我话哪听你，我主基督。咱三角起立来吟。
请坐。这时咱要用奉献接续咱的礼拜。咱伫圣殿中主持的，咱会当备办咱的心，将咱的奉献准备好势。当散会了后，会当伫外口的奉献箱来奉献。这是咱三角来奉献。咱三角来感谢，咱三角起立。主，你是一切活命的源头，你一切赏赐甲稳定的源头。阮的一切拢是你所赏赐的，无论是阮的财情、智慧、家庭，甲阮的事业，完全拢是你对你遐所来的。只是阮要献上阮淡薄的金钱，献上阮的感谢求你来感纳。做你圣工的所用，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时我来报告，虽然代志有较济，但是我会当即兴来浓缩来讲。咱天开第4页，歹势恁无手报。第4面小会公告，小会有议决，就是伫咧10月24日甲10月31日，真好记。就是伫咧咱即个月第4礼拜甲第5礼拜，第4礼拜要长老的选举，甲第5礼拜要做执事的选举。咱伫咧外口有公布，若有公告即个选举的一寡办法甲名单，咱请你会当看。若陪产的会员，咱嘛应该拢有收到迄个相关的资料。第2点是讲起到咱即摆即个选举，咱的政府若无甲即个疫情宣布变做降落来甲第1级的警戒的时阵咱即个选举会延期所以咱希望会当紧甲即个疫情会当降落会当互咱的选举会当如期来进行第3点就是要提醒咱，因为若即个选举会当进行的时阵，咱也有咱的陪产的会员，有一半会当出席，并且有一半的票数才会当来当选。所以希望讲，咱会当咱的陪产会员会当来踊跃来出席第4点就是提起讲，咱爱
袂得通来，请恁无论如何吼，都要请假，互咱的即个和会会当顺利来进行。吼，即个请假一定爱伫个咱要选举进前，也就是10月23日拜六进前，爱向咱教会来提出，互咱教会会当来顺利完成即个代志。第5点提起讲，咱要选举的即2个礼拜中，这4场的礼拜，拢要合一做一摆来举行。但恁爱千万记的，即个时间是伫个10点就要开始，所以咱爱伫10点，都爱来，就是第4礼拜甲第5礼拜10点的时阵，都爱来参加即个选举的活动，而且佫接续选举的公布是牵涉到咱一寡个人的资料，咱毋通伫个网络，也是咱会互相来传互大家知影吼。咱家己留的就会使。那伫教会选举，因为甲一般社会选举无共，咱爱用咱祈祷来求上帝意思吼，毋是听大人的意思。这是小会公告的一寡内容。那本会的消息，伫个疫情这段的时间，咱已经要恢复每一段的聚会时间礼拜吼，时间其实是拢共款吼，照以早比如一个礼，咱第3场礼拜，咱希望咱毋通过头早来，咱差不多10点会当来，陆陆续续来进场就好，毋通伤早，嘛毋通迟到啦吼，毋通过头早，安尼。那到教会了后，咱有即个新名册，咱请咱的众兄弟姊妹会当尽量来配合，爱有迄个喷酒精啦、消毒者量体温，搁扫迄个 QR code， 知影。刷到就是迄个礼拜后的奉献，请恁大家都放喺奉献箱。要散场的时阵，咱因为有的人数毋通遐尼密集，所以咱会当来照头前有安顺序来散场就会使，毋通伤过群落。如果咱若拄好着身体实在是无爽快、无舒适的所在时阵，譬如讲，咱有发烧啦、咳嗽，还是流鼻水，请咱也是留伫厝诶，来用线顶的礼拜为主。其他如果咱来儿童少年牧区，少年甲儿童的主日咯，慢游玩，佫是采取线顶的教学，咱请父母会当陪咱的囡仔来看参加聚会。拄着成人的牧区、甲小组、甲社青这小组团契，那恁有实在是真意外，久久袂得通聚会，要当参加斗阵，但是请咱大家会当前3天，就甲教会来通知，由教会来帮咱安排一个真舒适、合适的所在，互咱这个聚会会当来进行。咱若时班，因为时班各种无同，咱就看因服赛情形来安排。同款佫刷落有本周的特别的事工，本主日就是总会所定相连的事工的纪念主日，咱希望咱会当同款继续关心一寡相连的事工，为因来代祷甲奉献。第3点有提起到特别的事工。咱即个月的第3礼拜，咱有2件真好的喜事，就是咱有2位牧师，一位是咱的洪秀清传道要封牧就任，甲咱的廖慧茹牧师要来就任受职，伫咧第3礼拜，迄个下晡3点，当然是欢迎咱会得通来参加。若万一袂得通人来参加的时阵，咱会当看线顶的直播，来参加即个欢喜的代志。咱有2位牧师要同时来就任。第4点有提起圣乐委员会的消息，就是咱有即个咱真可爱的儿童，因来唱台语的圣诗，唱了真好。这 CD 甲乐谱，已经开始发行啊。每一套是250块，这内面有 CD， 嘛有迄个乐谱拢伫内底，
咱会当来找教会九楼遐顾买，也是伫咧1楼的敬畏室会地通来顾买这个谱啊，咱这正 CD 吼。咱接续就是咱的集体关怀，咱的林心佑长老伊的太太，也就是陈地局长老娘，伊的老爸陈文树先生，伫9月初6安享主怀，已经伫9月26举行追思告别礼拜，伫9月29安葬礼拜，请兄弟来继续关心因这个全家来代祷。求上帝安慰为足。我接续教社委员会的消息，因为咱有这段时间肺炎的疫情，所以无法度来举办到咱中央敬老的聚餐，也是这旅游活动。但是教会嘛是真好意，要继续关怀咱体贴咱的长者。今年就甲这费用改做礼券。来问候咱这65岁以上的长者，那请恁来到教会来领取吼，嘛会当去9楼领取。若无方便的人，会当找咱教会的陈美仙干事吼来领取。但是今仔日咱教会有真注意讲，会当方便，那65岁以上的人，确定咱有教社委员会的委员。会当来协助这件代志，所以当紧互咱65岁以上的长者会当来领到这笔礼券吼。咱阁有一寡真好的查经的活动，就是医护所线顶的查经吼，咱会当来致意来参加。而且咱总务委员会所发的消息，实在就是咱安怎奉献的方式，咱嘛小会对通看这个周报顶头吼，咱伫线顶其实嘛是有周报，看若袂方便的人，看要安怎来摕咱的奉献吼，这拢会当看会到。另外，儿童少年牧区吼，伊嘛有一寡活动，咱会当嘛注意来看吼。而且还佫讲者，就是装备委员会，咱的主题有领奖学金的吼，有申请吼。那咱伫个后礼拜10月初10号这个礼拜会公布，佫刷落迄个礼拜，就是17日的礼拜，就要颁发。所以咱真欢喜，有咱的主题有领到奖学金，恁也会记得通来领。甲月底就截止哦，无领就无去后吼。所以恁就爱记住，甲咱的主题吼来讲，今会去通来领。佫有一个较重要的消息，就是咱的洗礼前的助修班。咱若有去参加的吼，伫后礼拜就是10月10号，迄个礼拜就要开始上课啊。连续有6个礼拜，请咱会当来注意这件代志。若未洗礼的人，会当赶紧来参加。咱有一寡代祷的事项吼，咱会当来注意。特别嘛有一寡兄弟姊妹伫咧辛苦病痛当中，咱也看到咱迄个周报顶头这个名。希望咱会当来为因代祷，以上的报告，接续要请牧师来牧养的代祷，甲补充报告。大家平安。牧师来补充报告几项代志，就是讲，咱因为疫情的影响吼，所以咱有可能这个改选吼，咱。有可能会延期但是总是吼，咱即摆依然是照这个咱的程序的进行啦希望讲咱若后礼拜当讲做一级，咱会当顺利来改选佫有其他如果若有需要改变的所在请大家爱特别注意教会的通知咱来配合这边的改选，希望咱改选会当真顺利啦这个也透过这个改选，咱能选出上帝所要呼召的人所以咱爱特别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咱相时也爱为着伫教会中间有身体欠安，也是讲有心神约束的兄弟姊妹，咱爱常常为因代祷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
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时时刻刻会当透过祈祷来向你恳求。主，你是至圣的上帝，是听阮的天父。我们特别将教会中间所有兄弟姊妹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特别是阮中间若有身体病痛、心神忧伤的兄弟姊妹，求主亲自赐福、保守、看顾，也带互因复原的气力、甲安慰的力量。也求主兴起教会中间的肢体，互阮会当彼此带导、互相关心，来成就你所应允阮彼此相听的应允。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阮伫即个月要进行中级改选，求主会当互一切改选的代志顺利办理，竞选出你所要呼召的人，也互教会事工持续去推展，来荣光你的性命。恳求主你保守看顾，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咱要来吟上迎，俄罗天顶主宰。吟诗说，咱要请蔡牧师来祝祷。咱三甲起立来吟上迎，俄罗天顶主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透，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表导谢阮，恭受差遣。